大家好啊，我係蘭哥。今日個標題咧就係深淵閣長知識，就兩條片嘅。深淵閣大家知唔知係幾時俾人哋創造出嚟咧？喺舊年定係前年啊嘛。台灣開始驅逐嗰3個中配嗰時咧，其中一個中配就講喎，咁你只係將我推返落去個深淵閣啫係嘛？你逐我出境。好啦，今日深淵閣呢個名詞咧就由個3個中配咧就講出嚟啦。而今集咧就講呢個深淵閣有幾深淵咧，只要睇兩條片。第一條片咧就係呢個救災個浙江救災嘛。浙江救災咧，佢哋一路去啦，沿途咧就將嗰啲救助物品啊，就抌喺水裏邊啊嘛。喂，你都唔係交到災民手嘅，叫啲災民啊老人家點啊？你游水落去水底度攞翻啦係嘛？咁都得係嘛？你係就唔好派係嘛？你派到災民手，就唔好似當人哋乞衣啊定係狗啊嘛，就要去擔翻啊。而第二條片咧就係講到兄弟就去呢個西藏旅行啦，去到啲寺廟想朝拜係嘛，想問啲婦女咧就攞個坐墊，佢又唔識講坐墊啊，所以就俾咗一張咧阿達賴喇嘛嘅相，指住達賴喇嘛嗰個屁股嗰個坐墊係嘛。好啦，呢個女人咧睇見張相咧就好驚啊，就叫一個便衣就拉咗佢哋係嘛，佢哋咧就被好咩啊分裂國家罪啊，話一張相都叫分裂國家罪係嘛。第日香港會唔會咁樣？香港一樣會咁樣，因為第一已經有案例啦。第二大家仲記唔記得啊？嗰15歲個少年係嘛，寫香港獨立都叫做分裂國家罪。如果你拎下達賴喇嘛張相出嚟，仲唔係分裂國家罪？中國都咁判啦係嘛？所以香港市民咧，將來一定要好小心啦。YouTube 咧有個新 function 或者叫做粉絲推介，大家見到有個3個 icon 推一推咧就叫個粉絲推介，大家按落去咧就得噶啦。咁樣做咧可以幫助咗蘭哥個頻道咧可以推廣俾更加多嘅朋友睇嘅。如果大家有時間，更加可以睇埋廣告同埋俾埋 like 我啦。我喺呢度多謝大家嘅幫忙同埋支持先。好啦，呢個就係發生喺呢個浙江省啊台州市啊。呢個係有嚴重嘅水患啦。工作人員咧喺現場咧就發放呢個救災物資喎，但係將啲救災物資咧竟然咧就好似抌垃圾咁嘛，抌咗落去啲水度啊。意思咧就叫嗰啲災民啊點啊，自己咧就入去嗰啲污水度咧就執翻嗰啲救災物資啊嘛。呢條咁嘅影片咧喺呢個中國嘅網上咧，竟然俾啲網民咧就熱議喎，哇！好多網民都怒火啊嘛，痛批咧，喂！呢啲咁嘅共產黨完全咧就唔當百姓咧係人啊！喺呢個現場影片顯示咧，呢啲咁嘅應該係及時同埋妥善咁送到災民手上嘅救命物資咧，竟俾現場嘅工作人員咧就隨手就抌喺水中啊嘛，任憑啲物資咧喺呢個水上咧就漂浮或者係呢個沉咗落呢個水底啦，毫無呢啲咁嘅派災嗰種心理啊嘛，直情咧就當啲災民咧就狗啊嘛，我抌我喺度啊，你要你唔要算數啊嘛。大陸啲網民咧就狠批呢啲咁嘅救災人員咧，喂，唔能夠體諒呢啲災民嘅苦難啊嘛。發放嗰時咧就完全咧就冇半點嘅同理心同埋尊重啊，將呢個共產黨嘅官僚體系咧嘅傲慢啦、冷血咧展示得淋漓盡致啊。近住呢個水災啊，中共嘅官媒咧就平日大肆宣揚啊嘛，救災第一線啊，呢個心繫群眾啊。但係現實咧就俾啲災民見到啊，因為呢啲咁嘅官員嗰種虛偽啊嘛，呢啲咁嘅救災形同施捨啊，抌俾狗咁樣，一包一包咁嘅救災物資咧，就喺傲慢嘅體制之中咧，當一個敷衍交差嘅工具。冇辦法啦，係嘛？高高在上嘅啲共產黨員點佢哋啲百姓嘅死活啊！我喺抖音有一個網民講得好好笑啊！共產黨成日宣傳嘛，共產黨係14億人嘅後盾啊嘛，大家會好好笑。點解會有後盾唔係擺喺前邊嘅咧？係咪要死晒嗰14億人民先至死共產黨啊嘛？為展示一張達賴喇嘛尊者的照片而被控煽動分裂國家這一事，張毅和我叔叔張璇兄弟2個6月底開車自駕到西藏。7月1日，他們在拉薩色拉寺內，因為想向一位藏人婦女借朝拜用的墊子，但是因為語言不通，沒有辦法換取對方的信任。我父親在手機上展示了一張達賴喇嘛尊者的照片，但是這個藏人婦女不敢看，揮手，然後馬上被旁邊2位黑衣的這個便衣給注意到。在我父親和我叔叔離開這個朝拜的位置的時候，他們就用手機錄像，就是他們離開的這個背景。在他們還沒有出色拉寺的時候，警察就已經上門。我的叔叔
在当天做完笔录之后被释放，然后他被告知张毅15天，西藏国宝跟他说就15天，但是到了7月18日，西藏国宝打电话告诉我叔叔，张毅被正式的转刑事拘留，这个刑事拘留通知书正在寄往武汉。等我们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的时候，才看到上面写的张毅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罪，羁押在拉萨市看守所。之后7月30号，我叔叔又收到电话通知，张毅被正式批捕。张毅在7月1日被抓，7月1日同时也是民族团结促进法实施的首日。作为家属，我非常担心我的父亲被有关当局拿来祭旗。在没有语言交流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展示一张照片就可以煽动分裂国家的话，难道这个国家是纸糊的吗？近1个月以来，国内也一再阻拦我为父发声，但是我在這裡表明，我絕不退讓。好啦，第二條片就睇完啦。咁啊，條片係講咩咧？就話佢阿爸同佢阿叔咧就去咗呢個西藏旅行啦。咁去到一間寺廟咧，想即係參拜啊嘛。就想問當地啲婦女咧，喂，想攞個即係坐喺度嗰啲坐墊啊嘛。好啦，今日唔識講喎，唔識講咧就揾張相俾你睇啦。咁啊揾咗達賴喇嘛張相，咁啊指一指達賴喇嘛，即係嗰張坐墊啦，係嘛？啊個女人睇見之後就好驚啊，就總去即係秘密播啲便衣啊嘛。好啦，咁啊未出個寺廟咧，已經俾警察咧就拉咗。咁佢阿叔咧就幸運啲嘅，就警告佢之後咧就放翻走啦。而佢阿爸咧本來就話要拘留佢15日係嘛。即係當個咩尋釁滋事啊，定係一啲嘅擾亂公安嘅罪啦，我諗相信係嘛。咁啊拘留15日，點15日之後咧都唔放翻出嚟喎，要改好咩啊？煽動分裂國家罪喎係嘛。咁啊而家我覺得好多香港人咧仍然好天真，我哋呢度又唔係拉薩係嘛？呢個達賴喇嘛都想出嚟咧，冇事嘅，你睇下冇事。政權話要拉你嘅時候就拉你，就唔同你講咩道理嘅，即係正如呢個即係15歲個後生仔係嘛，喺自己 Facebook 寫喺度玩啫，我香港要建國㗎嘛。咁你覺得呢句説話有咩殺傷力咧？咁啊俾人拉咗啦，拉咗話係呢個分裂國家罪啊，係咪煽動分裂國家罪啊？即係呢個後生仔個老豆同阿叔所做嘅嘢係嘛？或者呢個即係香港15歲少年所做嘅嘢，喺我哋出邊呢個東西方嘅文明社會咧，喂，呢啲咩罪行嚟㗎係嘛？俾張相你睇下就有罪，喂喺 Facebook 寫一句嘢就有罪係嘛？咦，香港咩罪行咧？嗱，而家香港人咧仲未習慣嘅，仲未習慣到，佢仲以為而家仲係香港仲好自由啊，仲係有呢個西方嗰個即係普通法嘅保護。而家好多香港人咧仲未有呢個危機意識嘅係嘛？即係早1-2年我都同大家講啦，喺香港咧你暫時保持沉默咧應該就冇事，但係而家睇你沉默都冇用啊，政治都會揾你上門係嘛？等於啲書店咁樣，冇可能本書都睇晒內容㗎係嘛？喂，既然你話呢啲係禁書，你係咪應該俾個禁書 list 俾書店？呢啲書你唔買得，你買咧我就拉你。嗱咁啊個法例就公平喎，就唔係你乜嘢啲禁書 list 你都唔做咧，就話已經香港已經有啲禁書嘅 list 係嘛？你係有咁咪寫出嚟咯，冇就冇啦係咪先？唔使到遮掩咁嘛做啲嘢。即係你個打邊強好，即係一個好冇邏輯嘅就話，咁我啲書我要換咗個書名咁咪唔係禁書咯係嘛？嗱你試下將個黎智英傳換咗呢個習近平傳啊，有冇人買？係咪習近平嗰啲人買咗？就算真係就咁樣，啲人都會反映翻嘅。喂，呢個習近平傳原來入邊係寫黎智英傳喎，咁啲人會向呢個即係執法部門反映翻嘅嘛，就唔使阿鄧炳強呢啲毫無邏輯嘅嘢嘛。嗱，咁而家香港仍然存在一啲嘅即係小型啲獨立媒體或者自媒體喺度報導新聞啊嘛。但我相信咧好快咧，阿鄧炳強就開始發呢個記者證啊。你冇記者證咧就唔準報導新聞，係唔準報導新聞係嘛？你唔係記者就唔準報導新聞。所以大家喺呢個 Facebook 啊或者喺呢個 Face 留言啊嘛。總言之，你一個即係諷刺時弊咧，你已經犯咗法嘅喎，亦都叫做煽動分裂國家罪。嗱，你就睇下拉人嗰個得啱啱啦，一定咧就咁樣大抓捕啦。即係而家我覺得香港同呢個深淵國所比較咧，香港唯一一個好處咧，你仲可以將啲錢同埋將啲人調走啊嘛。暫時咧就未有呢個即係收你個 passport 嘅問題。如果將來咧你仲唔快啲走咧，我諗都唔使好幾耐啊。咁呢個即係團結呢個民族法啊，同埋呢個咧就係新嘅入境條例咧，亦都會派落香港噶啦。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大家收聽同埋收睇，拜拜。